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以得救与得胜彼此勉励。圣经创世纪13章12到13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Itira i kanan ji Abram a Marot, itira i sawas no alu a itaflafai a niaro a Marot ji loto, itira tu cingra i ngata no sutum a pataruan. Tara o tati i hai kutamrau no sutum, tata angku larau nangra i tapang. Genesis chapter 13, verses 12 and 13. Abram settled in the land of Canaan, while Lot settled among the cities of the valley, and moved his tent as far as Sodom. Now the men of Sodom were wicked, great sinners against the Lord.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得救与得胜。这段经文看似简短，却描绘出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也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的信仰是否只是停在得救，还是正在走向得胜呢？经文中提到两个人，亚伯拉罕与罗得。亚伯拉罕是住在迦南地，这代表他安稳地停留在神的应许之中，他的生命有方向，有根基，是建立在神的带领里。但罗得却不同，圣经说他是渐渐挪移帐篷。请注意这4个字，渐渐挪移。他不是一下子离开神，而是一点一点靠近世界，一步一步的往所多玛移动。一开始也许只是靠近，再来是停留，最后就住在罪恶之中。这提醒我们，属灵的退后往往不是突然的，而是慢慢发生的。另外，罗得所选择的是肥沃的平原，看起来条件很好，生活便利，但那地却靠近所多玛，一个罪大恶极的地方。这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当人只看外在环境的好处，却忽略属灵的危险，就容易走偏了路。罗得是一个特别的人，圣经在彼得后书称他为义人，表示他是属神的，他是得救的，但他的一生却充满了亏损。哥林多前书3章15节说，人要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Umamatia o masarakai na inamar jingra a mapaulib。这正是罗得的写照。他失去了家园，他的妻子变成岩柱，他的女儿生命扭曲，他的家庭几乎瓦解，他的生命也没有留下属灵的产业。他得救了，但没有得胜。相对的，亚伯拉罕的一生却完全不同。他与神同行，他常常筑坛敬拜，他却成为别人的祝福。他留下的是属灵的产业与影响。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从来不只是要我们得救，而是要我们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已走过许多路，这段章节值得我们安静思想。第一，我们一生的选择是根据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为了生活，
为了孩子，为了现实做决定。但我们是否也问过自己，这样做神喜悦吗？我们不是不信主，而是有时候慢慢把神放在后面。第二，我们是否也有渐渐的情形，渐渐少祷告，渐渐少聚会，渐渐少依靠神，不是故意远离，而是不知不觉就走远了。第三，我们正在留下什么？人生最宝贵的不只是财产，而是我们留下的属灵影响。你希望自己的生命要如何影响下一代呢？是像罗德留下的是混乱，还是像亚伯拉罕留下的是祝福？我们在生活中有些操练是好的。第一，在每一个选择中学习停一停，问一问。在忙碌与习惯之中，我们常常很快做决定，但若能在心中多一个停顿，轻声问主一句：主啊，这样做会让我更靠近你吗？第二，属灵生命不是一时的热心，而是一种长久的同行。每天一段安静时间，一句真诚的祷告，一小段神的话语，久而久之，生命就会稳定下来，心也会越来越贴近神。第三，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微小但真实的得胜。得胜不一定要轰轰烈烈，很多时候是一些很小的选择，本来想抱怨，却选择感恩；本来想生气，却选择忍耐；本来想放弃，却选择依靠神。这些很小的转变，其实正在塑造一个得胜的生命。第四，让家成为有神同在的地方。在家庭中，我们不需要做很多伟大的事，但可以开始一些简单的行动，一句为家人的祝福祷告，一段与家人分享的经文。当家中开始有祷告，有神的话，这个家就会慢慢被神的同在充满。这就是得胜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一条路，一条是罗德的路，凭眼见，慢慢远离，最后仅仅得救；另一条是亚伯拉罕的路，凭信心与神同行，成为祝福。愿主帮助我们，不只是得救，更是走在得胜的道路上。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随从眼见，不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你，帮助我们建立稳定的属灵生活，使我们不只是得救，更活出得胜的生命，也让我们成为家庭与族人的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